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。你姓陈，我姓李，你爹他姓张。长了。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机务段当检修工人，他身边有2个徒弟，一个是你的亲爹，叫陈志兴，我的亲爹陈志兴；一个是你现在的爹，叫张玉和。哦，张玉和。那时候军阀混战，天下大乱呐！
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。曹宝佩服是硬不让成立呀！总工会一声号令，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，江岸1万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啊！就在那天的晚上，天也是这么黑了，也是这么冷啊！我惦记着你爷爷，坐也坐不稳，睡也睡不着，在灯底下缝补衣裳。一会儿，忽听得有人敲门，他叫着：“师娘，开门！您快开门！”我赶紧的把门开开，好，急急忙忙的走进一个人来。是谁呀？就是你爹。我爹，就是你现在的爹。只见他浑身是伤，左手提着这盏号纸灯，右手抱着一个孩子，未满周岁的孩子，不是别人，他是谁呀？就是你。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，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，他叫着：“师娘，师娘！”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我心里着急，催着他快说。他说：“我师父跟我陈师兄都牺牲了。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，是革命的后代，我要把他抚养成人，继承革命。”他连叫着：“师娘啊，师娘！从此以后，我就是您的亲儿子，这孩子就是您的亲孙女儿。那时候我就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。”挺起来，听奶奶说。老公朝跟亲爹烧杀连枪，7年间你爹不勤劳，皇记下了血和泪，万丈需要你书信书大志，要和你人算清账血，这还要写。来唱
李师傅，请吧。老朋友，幸会幸会，你好啊！哦，鸠山先生，你好啊！好不容易见面呐，还记得吗？当年在哈尔滨老毛子铁路上，我们混饭吃的时候。哦，那个时候你是日本的阔大夫。我是中国的穷工人，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，走的不是一条路啊！不，我是大夫，你是工人，那是职业不同，乡亲们总算是有一点。那就请你多照应喽。所以，请你到此就是要好好的叙谈叙谈，请坐，请坐。老朋友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是私人宴会，我们只需友情，不谈别的，好吗？鸠山先生，我是个穷工人，喜欢直来直去，你要说什么你就说什么。痛快，痛快！来，把酒一杯，不成敬意。老朋友，来，先干上一杯。鸠山先生，你太客气了，实在对不起呀，我不会喝酒。哦，其实老朋友不肯赏脸嘛，我也就不勉强了啊。中国有句古语，叫做“人生如梦，转眼就是100年”呢。正所谓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。是啊，听听歌曲，喝点美酒，真是神仙过的日子。鸠山先生，但愿你天天如此，长命百岁。托福，客气，客气。老朋友，我是个信佛教的人，记得佛经上有这样一句话，叫做“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”。我不信佛，可是我也听说有这么一句话，叫做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”。
好。老朋友，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一种信仰，其实呢，最高的信仰只用2个字便可包括。哦，2个字，2个什么字啊？为我，哦，为你。不，为自己。为自己。对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呀！怎么人不为己，还要天诛地灭？这是做人的诀窍。做人还要有诀窍。做什么事情都是要有诀窍的。哎呀，鸠山先生，你这个诀窍对我来说，真好比擀面杖吹火，一窍不通。碰回来，此人本是厉害，不受捧来，不受我抬。我要人凭我鸠山的经验手段，也要叫他把灭电马交出来。老朋友，我们不要兜圈子了，就请你来帮帮我的忙吧。我是个穷工人，能帮你什么忙啊？好了，不要开玩笑了，就请你把那件东西交出来。啥东西？密电马。什么电马电驴的，我就会搬道岔，从来没玩过那玩意儿。老朋友，要是敬酒不吃，吃罚酒的话，可别怪我鸠山不懂得交情。那就随你的便吧。老朋友，你看这是谁呀？老李，你不住口！老李，你不要太死心眼儿。无耻叛徒！你跑着正月高，看着怕死可怜虫，敌人威胁何里有？我是向你敲警钟，你说道，几位革命不怕死，为什么背叛来帮穷？敌人把你当狗用，还把吃肉当光荣当风来，人们定要审判你边缘仇敌。老朋友，不要发火，请坐，请坐。老朋友，请不要激动，这张王牌我本不愿意拿出来，是你
逼得我走投无路，所以我是不得不这样做啊！我料定你会这样做的。你这张王牌只不过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。九山，我不会使你满意的。我会使你满意的呀。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条件。条件？对，这是一桩很好的买卖。买卖是买卖，我很理解你们。你们共产党人是最讲信仰的。所谓信仰，据我们看来，只不过是一桩买卖。做买卖当然要赚钱喽。哦，只要能赚钱，你们拿什么都能当破烂去卖喽。太放肆了！老朋友，我干的这一行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我是专给下地狱的人发放通行证的。哼哼，我干的这一行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我是领了通行证，专去拆你们地狱的。你要知道，我的老虎灯是从不吃素的。那些个东西，我早就领教过了。李玉和，我劝你及早把头回，免得筋骨碎。宁可筋骨碎，绝不把头回。宪兵对刑法无情，出生入死。共产党员钢铁意志，视死如归。九山，本席
真气得我眼发花来，头发胀，血压增高，手冰凉。共产党人也是父母生来父母养，为什么比钢铁还要钢啊？可恨他参考了密电码，死不肯讲，我交不出账来，难下场。报，李玉和宁死不讲。宁死不讲。队长，我带人到他家再去搜。算了，以我的经验，一个共产党人藏的东西是1万个人也找不到的。哼，把他给我带上来。带好。嘿，当时有罪，在江山，密电码交出来。纠缠！任你独行蛮璀璨，真金哪怕烈火炼要我骨头。南上，我天子来，抢彩桃。我天子来，抢彩桃。我天子来，抢彩桃。天梅，这位魔道师傅说不定是来借关系的。奶奶，我拿着红灯找他试探试探，看是不是自己人。哎呀，不行，门外有狗，你出不去呀！哎呀，是啊，我可怎么出去呢？奶奶，我有主意了。奶奶，我从慧莲姐他们家出去。孩子，你怎么过去啊？前些日子里屋床底下墙根的那块石头活动了，帮我爹修的时候，我还挪开钻过去玩过呢。怎么，你还钻过去了？过去就是慧莲姐他们房子里。好，让田家帮帮忙，就从那儿走。天梅，你爹说的暗号你都记清楚了没有？我记清楚了。你要是追上了那位魔刀师傅，对准暗号接上了关系，就到西河堰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去取密电码。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。孩子，你不是听你爹讲过吗？可不能有一点儿马虎啊！奶奶，您放心吧，小心。小心。开门呐！
谁呀？风鞋匠。等着。哎，老太太，你要干什么？借火试试。柜橱上有。哎，老太太，孙女儿呢？病了，病了，在哪儿呢？里屋躺着呢。里屋躺着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狗！干什么的？查户口的。你孙女呢？病了，病了，在哪儿呢？里屋躺着呢。让他起来，孩子病了，让让他他起来歇会儿。让他起来孩子病了，谁呀？查户口的。慧莲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李奶奶，天美已从，我家头我婆婆叫我送信，免担忧，我来时正遇可恶，盼望今天的人，我转过姐妹睡在床上头，天黑回来最从，我家我有我也呼，您就别发愁。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。奶奶，天梅，你可回来了，要不是慧莲，事情可就闹大了。回来就好，我也该回去看看了。谢谢你啊，孩子，把那儿收拾好。哎，追上那位磨刀师傅了吗？嗨，我找了好几条街也没追上，我怕时间太长了被特务发现，就赶快回来了。谁呀？鸠山队长，看你们来了。天梅，我要是被捕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取出密电马儿上百山。奶奶，开门呐！开门去。老人家你好啊！你是鸠山先生，我看鸠山。请等一等，我收拾一下跟你走。请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听李玉和讲，有件东西交给你了。啥东西？密电码。丫头，他说的是什么？就是一本书。书？对。鸠山先生，我因家饥寒交迫，都时光300人都不识字，哪里有书在家中藏？李玉和一将命，岂能把我诓？让我弟弟自来去，何劳你要交出那本书，李玉和马上就可以回家。要工作，给他个副科长，我保你们富贵荣华。我看那富贵荣华
研究。老人家，是不是去见见你的儿子？好，铁梅，好好看家。哦，小姑娘也一起去。他还是个孩子。孩子，奶奶，咱们走，去你的婚山是难，万难不怕。起来公开审讯，已经得不出什么名堂的了。且听清，安装已毕。等他母子见面的时候，听他们讲些什么，或许还能找到一点线索。把老东西带上来。走。老人家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宪兵队。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上西天去了。老人家，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，他的母亲能够救他的性命，而不去救，这样的母亲未免太残忍了吧？你这是什么话？我的儿子无缘无故的被你们抓起来了，你们还要杀害他，是你们犯罪，是你们残忍，你们杀害中国人，难道还要中国人承担？难道还要我老婆子承担吗？好，见见你的儿子去。把李玉和带到那儿去。带李玉和。
休看我再贴了过铁链锁住我双脚和双手，锁脖着雄心壮志冲。提